就係一個圓，呢個都係一個圓，呢啲都係圓。以呢個圓為例，喺圓中心嘅呢點就係圓心，圓嘅周界就叫圓周。一條直線由圓周開始，經過圓心到另一邊圓周，呢條直線就叫直徑。將一個圓接成一個半圓，呢條直線接痕就係直徑啦。喺一個圓度，直徑就係圓裏面最長嘅直線。喺任何一個圓裏面，所有直徑嘅長度都係相等㗎。仲有一個圓有無數咁多條直徑㗎。睇返呢個圓，一條直線由圓心開始，一直畫到另一邊圓周，呢條直線就叫半徑。將一個圓先接成一個半圓，然後再將個半圓再接一半，呢條直線接痕就係半徑。呢條直線接痕都係半徑嚟㗎。喺一個圓度，半徑嘅長度係直徑嘅一半。喺任何一個圓裏面，所有半徑嘅長度都係相等㗎。仲有一個圓有無數咁多條半徑㗎。